轉運嚟講咧，感應最快嘅就係一個字叫換。嗱，今日呢個內容咧，我覺得唔係講俾每一個人聽嘅，只會有3萬個有緣嘅福主咧，可以連接到呢個能量嘅。第一個換就換人，大家都知道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係咪？同能量低嘅人行埋一齊咧，佢哋需要你幫佢哋賦能嘅。講得誇張啲，佢會吸你嘅血。所以咧，如果你身邊有咁嘅人咧，成日都係怨天尤人啊，向你抱怨啊，向你要支持啊，快啲遠離佢啊！我很難搞。第二咧就換物品，譬如呢啲杯杯碟啊、筷子啊、牙刷啊，日日都喺度用緊嘅，或者已經用咗好耐嘅，同自身最貼近嘅嘢都要定期咁換。為什麼？冇問點解，照做就得㗎啦。師傅說得沒錯，我靠，原來是這樣。咁第三咧叫換言行啊，言極一生。原來你有老婆啊！你越講乜嘢咧，乜嘢就會嚟。少講啲抱怨嘅說話，多講一啲積極嘅說話，吸引源源不斷嘅好事好人嚟到你嘅身邊啊！そうですね。